肥叔台賽又嚟啦！恭喜晒葡萄牙咁啊，同埋斯朗拿度咁啊，繼2019年之後咧，亦都又再捧走咧歐國聯嘅冠軍。最難得就係琴日咧，果然我都即係預測都神準啦，係咪先？90分鐘我都話咧，葡萄牙係唔使輸嘅。咁啊，最終82分鐘之後咧，互射12碼下咧，亦都係能夠捧杯嘅。咁啊，當然要盛讚咧葡萄牙個團隊啦，成個上下啦，最緊要就係40歲嘅斯朗拿度啦，因為佢除咗入一球波之外咧，即係進攻上嘅付出之外咧，佢成場波你會睇到咧，好多時咧球隊喺左手邊咧就包夾住咧就阿馬爾咧，佢曾經亦都翻後協防啊，搶到波添㗎，曾經啊，跟住即刻打防反啊咁樣，所以咧你會見到呢位即係我哋而家叫老人家啦。但係佢嘅能力、佢嘅鬥志、佢嘅精神面貌等等，亦都影響咗全隊㗎。所以咧，而家我感覺上咧，佢亦都好冇以往咧早幾年咧心急啦、搶功勞啦、搶波踢啦。佢而家亦都好恰可地咧發揮佢嘅經驗同埋能力㗎。咁所以咧，球隊咧亦都喺不慌不忙兩度落後之下咧，我覺得咧球隊發揮得好好。大膽啲講啦，即係我覺得而家嘅葡萄牙先至係黃金一代啊！因為咧，你睇到前中後都有唔同嘅猛將啦，咁尤其是喺左閘位啦。今場波咧，我真係覺得咧，佢實至名歸嘅 Man of the Match 啊，就係紐勞文迪斯嘅。咁呢個22歲嘅左閘咧，即係除咗 APSG 打得好啦，攞咗歐冠之外咧，喺呢場嘅決賽亦都不慌不忙啦。喂，成場波好難得喎，除咗佢入一個波啦，製造一個大機會啦，亦都咧各項數據都好靚仔。最關鍵一樣嘢，佢嘅對應位咧對住阿馬爾咧，亦都係未曾經冇俾人成場82分鐘冇俾人扭過一次嘅。咁當然亦都有賴於咧團隊嘅即係翻後協防啊各方面啦。所以呢場波咧即係都可以講係話一場經典之戰或者叫實至名歸啊。咁啊，我相信葡萄牙咧下年世界盃咧亦都會繼續有發光發熱嘅表現嘅。咁啊，首先再多即係一次恭喜咧就係斯朗拿度啦。我相信阿 C7嘅球迷咧亦都好開心啦。即係佢真係再度咧攞咗一個好重要嘅錦標㗎。咁啊，好啊！今日咧，肥叔有咩嘢嘅推介啦？講翻正題啦。咁啊，其實如果你話而家仲係國際賽啦，我覺得歐洲區世界盃圍賽咧揀咗場都仲係，因為而家呢一輪咧都仲係挪威嗰組打緊嘅。嚟緊聽朝早咧有一場咧作下愛沙尼亞。大家如果記得咧上一場咧係嘛，我都有即係提供過啦，就係話喂挪威可以輕鬆贏意大利，咁果然係啦。呢場波我覺得對愛沙尼亞絕對冇問題啊！咁啊，所以除咗視頻版之外，另外文字版同埋咧，廚房方面繼續有咧好料，咁啊，所以繼續多多支持十卜哦！